花市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继续要来讲振兴五倍券。为着要鼓励着业者甲民众多多来使用所谓的五倍券，各部会是积极的参与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中秋连假过了后，9月22就会当开始来绑定着所谓券。啊，若是团体的5人券，若提前，阁会当互民众有反悔机会。另外，这个经济部嘛按算要来开3亿补助小摊商电子支付的手续费。那我们现在确定是数位先行的吗？没有错，这样。处长部想要先讲的是所谓5倍券的好消息。金管会昨已经邀请银行、信用卡机构、有电子支付业者开会，要鼓励业者响应所谓5倍券。初步规划，中秋节了的9月22就会使开始发所谓5倍券，信用卡、悠游卡、电子支付等等，拢会使发伫系统内底。不过，若是选好了后，就袂使阁改做要领实体券。信用卡或者是一些结合的通路也都还蛮多的，所以我觉得用数位的方式对我来说其实是还蛮方便的。若是个人会当提早来申请，无限户籍的5人团体自9月22到10月初1拢会使发，伫10月初2到初6阁会使丢图反悔改做领纸本。不方便，有些要用，有些用纸本，有些要用数位，可能换来换去就很麻烦。另外，为着互小摊商嘛会当收到所谓5倍券，经济部准备以振兴村大约3亿的经费补助店家的电子支付手续费。目前规划经济部补助1%，银行或者是支付平台加码补助1%，完全免除摊商2%的手续费。如果政府能从这个面向来提供一些协助，那摊商啊、小店应该就会比较愿意去接受这样的数位券。出发点真好，不过未少的小摊商连电子支付的设备拢无，就看政府要安怎斗3工来帮助所谓转型。